全台咧唯一間榮獲國際風味評賞一星獎嘅太陽餅啊，連續4年咧喺台中市咧10大伴手禮裏面咧係連續4年攞咗一個金口碑獎嘅。呢個咧叫做陳允保存，係啦，佢個牌子，佢係一個100年係過100年嘅一個糕餅老店嚟嘅。佢創立嘅年份係1908年啦吓，係啦。咁佢融入咗咧中式嘅技術啦，同埋日式嘅烘焙嘅技術，世界聞名嘅。打開嘅時候咧，佢會有佢公司嘅資料啦。屢獲殊榮嘅一間老店，層次分明啊！佢個傳統內餡咧，主要係用啲咩做咧？就係用麥芽糖去做嘅。咁佢亦都係咧喺台中10大伴手禮裏面咧，蟬聯咗4屆嘅獎牌嘅金牌得主嚟嘅。跟住咧，2025年咧喺台灣嘅烘焙大獎裏面咧，佢攞咗 Top 30嘅。跟住2023年咧，亦都係攞咗一個台灣嘅8大糕點伴手禮嘅獎嘅。佢採用咗咧紐西蘭嘅奶油啦，非常之鬆脆啦，內餡係麥芽糖啦。甜度係適中嘅，唔甜嘅，低脂，用料非常之簡單，亦都唔會油膩啦。係啦，佢係100年老店啊嘛，但係佢嘅師傅已經係60年嘅老師傅，所以對每一個做餅嘅要求嘅工序咧，都係非常之嚴謹嘅嚇。